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早晨！歡迎大家嚟到數碼港呢度出席 AI 驅動治未病發佈會，你的專屬健康管家已上線。我係今日嘅司儀 Savira 游任任，你哋好。咁首先呢，想考下大家，有冇人知道乜嘢係治未病嘅呢？知道嘅可以舉手喎。睇嚟咧，大家都好似唔係好知道咩叫做治未病，就等我話俾你哋知啦。咁啊，其實咧，中醫治未病呢一個概念咧，就係源自於《黃帝內經》，唔係等到病咗先至醫，而係未患病先調理。與其去花大錢去醫病，不如咧就花少錢去防病。而家咧，我哋就有 AI 大數據同埋智能硬件，可以咧監測你嘅健康指數，預測一下你嘅健康風險，用科技就可以幫你睇住健康，真正做到防患於未然，未病先防，以病防變。咁你可能就會問啦，點解我哋而家要更加重視治未病呢？因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最新數據啦，其實香港嘅人口老化速度咧就係全球前列，預計去到2036年啦，65歲以上嘅人口咧係會達到31%㗎。醫療體系嘅壓力咧日益嚴峻，醫療嘅需求多咗。專科嘅輪候時間長咗，慢性疾病負擔亦都重咗㗎。咁如果我哋利用創新科技同埋 AI 大數據呢一啲創新嘅方案，就可以由源頭為醫療減壓，同時咧亦都可以為市民帶嚟簡單可持續嘅健康新模式。今日我哋呢一個活動 AI 驅動治未病發佈會咧，就係由數碼港、電子健康聯盟以及創新健康科技企業 Live for Well 三方聯合舉辦㗎，得到政、醫、商界嘅領袖同埋健康科技嘅專家鼎力支持。咁啊，除咗咧有重磅嘅演講同埋論壇之外啦，我哋亦都會有 Deloitte 德勤分享啦，香港人對於治未病嘅認知、行為模式同埋支援期望，以及咧我哋都有多項嘅 AI 健康科技體驗㗎。咁接住落嚟嘅時間呢，事不宜遲啦，馬上亦都邀請我哋主辦單位之一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工程師嚟到台上為我哋致開幕詞，我哋掌聲有請 Eric。Duncan、Joyce、Charleston、Miranda， 各位嘉賓、傳媒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嚟臨今日嘅 AI 驅動治未病嘅發佈會。咁正如頭先司儀講啦，隨住香港嘅人口老化，意味住我哋啲慢性嘅疾病咧嘅患率咧係持續會上升，而香港嘅醫療同埋社會照顧嘅需要咧，亦都日益增加。咁根據醫管局數據預測咧，去到2039年，本港嘅慢性疾病嘅患者咧係會突破300萬。咁而家香港都係得700幾萬人。咁所以咧呢一個咁嘅數字都幾嚇人。佢唔單止會對我哋嘅醫療系統構成咗壓力，亦都會對整個社會嘅可持續性帶嚟好多嘅挑戰。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咧，預防勝於治療嘅理念就越嚟越重要。咁今日活動呢個主題治未病，淨係好好回應呢一個轉型嘅關鍵。所謂治未病就係喺我哋未病之前，透過日常生活之中主動去管理健康，減少未來嘅醫療負擔，提升市民生活嘅質素。咁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明確咁指出，政府將會深化醫療體系嘅改革，同埋全力咁推進 AI+ 嘅發展，用科技去改善民生。醫療健康正係人工智能能夠發揮力量嘅核心領域之一。透過咗 AI 嘅技術，我哋可以對個人嘅生理數據、運動表現同埋生活習慣進行深度嘅學習分析，及早發現傳統方法難以察覺嘅健康風險，
而提供呢一啲個人化嘅預防方案。呢個唔單止提升健康管理嘅效率，亦都真正做到防患於未然，讓我哋從被動嘅治病轉向主動嘅管理健康。數碼港作為香港數碼科技樞紐同埋人工智能嘅加速器，一直咧係致力推動 AI 喺醫療領域嘅應用。而家喺數碼港嘅社群入邊咧，已經匯聚咗超過140家嘅健康科技企業。我哋亦都積極去促進咧跨界嘅合作，連結初創企業、科研機構、政府部門同埋社會嘅力量，去加速健康科技嘅發展。今日同電子健康聯盟同埋數碼港園區公司 Live for Well 嘅合作，正係生態協同嘅典範，亦都充分體現我哋嘅公眾使命，以創新嘅科技改善市民嘅生活。今日嘅活動，我睇到個 agenda 好精彩，包括好多專家分享同埋唔同嘅體驗，特別係 AI 健康篩查體驗區，俾大家親身感受下自我健康管理嘅未來模式。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咁最後咧，我喺度咧再一次感謝各位嘉賓嘅嚟臨，去支持我哋，期望今日嘅活動能夠成為香港關注治未病重要嘅平台，亦都期待繼續同埋各位各界共同探索 AI 賦能健康嘅無限可能。多謝大家。多謝晒 Eric 嘅精彩致辭，可以先移步去到台前就座。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會邀請另一個主辦單位嚟到台上為我哋支持。我哋掌聲有請電子健康聯盟會長冼超信博士嚟到台上為我哋支持。掌聲有請冼博士。Duncan、Joyce、Eric、馮醫生、劉醫生，即係今日好高興代表電子健康聯盟同我嘅娘家 Cyberport 一齊去合作，我哋去 co-host 我哋一個嘅 incubation 嘅Live for Well 嘅一個嘅生活嘅體驗。我哋都知道醫療係越嚟越重要，健康係越嚟越重要。不過咧，因為我一陣咧仲有10幾分鐘嘅 sharing presentation， 咁咧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就盡量簡短。我哋覺得而家係最好嘅時機，無論由醫療、由健康、由 IT 界、由 technology 界，而家係一個最好嘅時機。我哋應該熱切咁樣 leverage 我哋而家可以能夠做嘅嘢。我哋相信喺呢幾個月之內，喺12個月之內，香港將會有好大量嘅電子健康同埋醫療嘅發展能夠發揮出嚟。再加上我哋背靠大灣區，我哋將會有更加多好多新嘅 innovation 會出現。咁所以咧，我喺一陣嘅 sharing 嗰度咧，我再同大家 detail。With that， 我再一次多謝大家 spend time 同埋支持我哋電子健康聯盟。多謝大家。多謝晒冼博士嘅支持，可以先移步去到台前就座。咁啊，接住咧，我哋最後亦都有請 Live for Well 聯合創辦人黃敏詩女士嚟到台上為我哋支持。掌聲有請 Miranda。尊敬嘅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科技創新界邱達根先生，早晨；特首政策組助理組長 Joyce， 早晨，多謝你啊！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遠工程師，電子健康聯盟冼教授，各位支持嘅機構同埋領導，各位來賓，各位傳媒朋友，早上好。我係 Live for Well 嘅共同創始人 Miranda Wong。首先，我先代表 Live for Well 衷心感謝每一位嚟到嘅主禮嘉賓，特別係 Cyberport， 仲有 eHealth Consortium。如果冇佢哋嘅支持，絕對唔會搞到今日呢個活動。而
而喺呢個活動當中，我哋具有深遠嘅意義，希望透過呢個活動當中，將 AI 治未病呢個概念廣傳出去。所以今日呢個活動得到好多鼎力嘅人士支持，包括咗德勤中國數字資產香港主管合夥人 Robert， 仲有德勤管理諮詢合夥人 Sunny， 大家一齊係發布我哋今日有幾份好重量級嘅一個 survey 嘅 report。當然最重要之一就係同我哋分享分享我哋成個治未病嘅概念，就包括咗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室及基層醫療學院專業應用教授馮康教授 JP， 香港大學中風研究組主任，香港大學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劉巨基醫生。OSL Head of Wealth Management Mr. Brian Chan， 仲有我哋嘅好嘅夥伴電腦商會兼上屆主席阿 Sam 許先生，以及來自中日韓各地嘅健康科技嘅一啲聯盟協會。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for Brian coming from Korea, the founder of Xbody。今日我哋能夠聚首於此，不僅係要見證一項科技健康創新嘅發布，更係共同開啟我哋香港健康管理嘅新篇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佈，剛剛大家都知道，去到2030年，原來全球去到60歲嘅人口係差唔多係佔1/6。如果按今年82億嘅人口計算，即係話有14% 都係接近60歲，而慢性嘅病患者係接近全球20億呢個數據，而全球嘅醫療人呢，專業人員嘅缺口達到1800萬。香港作為全球人口老化速度最快嘅一個城市，我哋去到2036年，原來去到65歲佔我哋嘅總人口係31%。正如頭先 Eric 都話，呢個數據似乎都係近在眼前，大家見到嘅數據都覺得好驚。但係最重要，我哋唔係去驚，我哋係要傳播點樣做好身體嘅管理，及早去做好，令到醫療嘅系統慢慢減低個壓力。我哋必須要從治已病轉去治未病，從被動嘅治療轉向一個主動嘅預防。Live for Well 就喺呢個時代裏邊應運而生。我哋作為一個全球整合預防、保健、人工智能同埋激勵嘅 AI 健康生態系統，我哋致力於迎接一個3.0 Wellness 3.0嘅世代，讓每一個人成為自己健康嘅守護者。我哋透過 AI 嘅動作捕捉 AI motion capture， 包括眼底照相，仲有 3D 體能嘅 scanning 嘅科技，我哋能夠為每一位嘅用戶喺24小時裏邊，每一日嘅24小時都會做好一個個性化屬於自己嘅健康管理，真正咁做到自己嘅健康自己管理。更重要嘅係，我哋創新咁將健康嘅行為同埋獎勵嘅系統而結合，透過我哋創始嘅 Sweat Point 嘅積分系統，令到每一位愛做運動或者開始做運動嘅運動人，佢哋嘅每一滴嘅汗水都可以轉為一個回報。而我哋成個生態系統裏邊，仲有我哋嘅Marketplace， 呢個 Marketplace 就可以將你哋勤奮翻嚟得到嘅 Sweat Point 用喺呢個 Marketplace 裏邊，而能夠換到一啲日常需要嘅一啲關於 Wellness 嘅產品，仲有就係服務。而呢個喐一喐就賺錢嘅概念，最主要係想話俾大家聽，健康是財富，財富掌握喺你嘅手裏邊。希望我哋出一分綿力，能夠幫助特區政府從源頭減輕公營嘅醫療負擔，為香港嘅醫療體系可以持續嘅發展而貢獻力量。今日嘅活動裏邊，請到好多位專家親臨，我哋出邊仲有個展示，可以令到大家親身去體驗得到我哋嘅 AI 科技嘅賦能。而今日
德勤仲會發布一份香港人對治未病嘅認知、行為模式同埋支援嘅期望，為政府制定預防保健嘅政策提供重要嘅數據。而喺呢個現場嘅體驗區裏邊，你哋將來仲會睇到我哋喺2026年裏邊有更多嘅 valuable 嘅發表嘅新嘅一啲方向。治未病不僅係我哋中華醫學智慧嘅傳承，更係現代科技一個大趨勢。健康財富，健康揸喺我哋嘅手裏邊，將預防保健真正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共同建設一個人人都能夠享受嘅屬於自己嘅個人化嘅健康管理服務智慧香港嘅平台。今日我哋就一齊嚟引證呢件事，希望我哋持續地每一位都可以參與呢個系統，提供更多嘅數據，為我哋嘅 next generation 去造福。多謝大家。好多謝晒 Miranda 嘅精彩致辭。其實咧由中醫治未病去到 AI 健康管家，關鍵咧就係用數據令到風險可見，用科技令到行動可持續，將理念變成習慣，將習慣轉化成健康㗎。咁今年咧施政報告就提及啦，為咗應對社會高齡化、慢性疾病普及以及醫療資源嘅壓力，政府咧就會深化醫療改革，包括咧係強化基層醫療，同時政府亦都會全面推進 AI 加發展，通過 AI 賦能政務產業，提升市民福祉。醫療健康呢就係 AI 嘅重要應用場景。面對住呢啲挑戰，治未病嘅健康理念呢就係緩解醫療系統嘅壓力。治未病呢亦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市民呢可以喺日常生活當中呢主動做好健康嘅管理，就可以減輕自己未來嘅經濟負擔。咁今日咧都非常之高興可以邀請各界咧嚟到參與出席支持㗎，肯定咧創科對於醫療未來嘅貢獻。接住咧，我哋將會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啟動儀式。首先，我哋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科技創新界邱達根先生嚟到台上，掌聲有請 Duncan。接住我哋都有請特首政策組助理組長張頌詩女士 JP， 掌聲有請。接住我哋都有請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工程師，掌聲有請。跟住我哋都有請電子健康聯盟會長冼超信博士，有請。接住我哋都有請 LiveAwell 聯合創辦人黃敏詩女士，有請。最後我哋都有請利德豐集團主席及 LiveAwell 聯合創辦人莊立峰先生，掌聲有請。咁而家呢，我哋會先請台上嘅6位主禮嘉賓啦，可以先望望我哋嘅大會攝影師，請大家繼續保持我哋嘅最燦爛嘅笑容。先望望我哋前方嘅大會攝影師先。好，6位繼續保持我哋最燦爛嘅笑容啊！好，繼續可以望埋我哋其他嘅傳媒朋友。咁陣間呢，我哋將會一齊倒數3聲。當數到1嘅時候呢，我哋有請台上嘅6位主禮嘉賓呢，就可以將隻手放到啟動裝置上邊啦嚇！大家準備好未？3、2、1！哇！我哋 AI 驅動治未病發佈會現在正式開始。咁喺度咧都非常之期待同大家一齊去邁向治未病嘅新里程㗎。咁呢個時間咧，有請我哋6位亦都繼續留步，再望多次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影多張大合照留念。咁可唔可以咧都請我哋台上6位嘅嘉賓一齊，亦都俾個 like 去支持我哋今日呢一個活動呢？好，再望望我哋嘅傳媒朋友。好，呢個時間呢，6位繼續留步啦。咁馬上呢，我哋都會邀請以下嘅2位嘉賓嚟到台上加入合照。咁首先我哋有請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專業應用教授馮康教授 JP， 我哋掌聲有請好嗎？接住我哋都有請香港大學中風研究組主任、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劉巨基醫生，掌聲有請。咁接住咧都有請台上嘅所有嘉賓咧，再一次望望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再影多張合照留念啊！好，請台上咁多位繼續保持我哋最燦爛嘅笑容啦，一齊咧留下一個美好嘅回憶。然後再望埋我哋其他嘅傳媒朋友，咁請各位繼續留步啦，因為馬上咧我哋都會邀請支持機構嘅代表嚟到台上進行合照，排名不分先後，有請 Chubb 安達人壽嘅代表、EFT Solutions 嘅代表、九創科技聯合創辦人毛俊銘、Webset Technology Lab Alan Wu、iPro A 互聯網專業協會羅少雄副會長、HKIoT 香港物聯網商會代表朱浩然理事、HKEIA 香港電子業商會梁懷章副會長、香港匯賢扶輪社社長以及 HKIECA 香港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發展協會會長朱偉標、HKITF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代表陳海林、HKRTIA 香港零售科技商會蘇珍惠榮譽會長、HKEEIA 香港教育裝備行業協會會長尹繼賢博士，以及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陳美珍財務長，歡迎晒我哋咁多位嘅支持機構嘅代表。好，咁我哋咧都請台上所有嘅嘉賓啦，亦都可以先望望我哋嘅大會攝影師，繼續保持我哋最燦爛嘅笑容啦。好，不如都請台上咁多位都一齊俾個 like 嚟支持我哋今日嘅活動，可以嗎？好，跟住咧，可唔可以望埋我哋左邊嘅 video 咧？可唔可以請大家一齊對住我哋嘅 video， 亦都揮揮手？等我倒數3聲之後，就一齊揮揮手。我哋加少少活力落去，得唔得咧？3、2、1。好，我哋再一次掌聲，多謝晒台上所有嘅嘉賓，亦都可以先移步去到台前就座。Thank you， 多謝晒咁多位。